第一個嘅呃客話術啊，就係喂儲蓄保係好安全，係唔會蝕錢嘅。嗱，啲 agent 咧就喺社交平台度大肆去宣傳啦，喂唔買就走寶啦，去到月底就截數冇得再買噶啦，冇呢個優惠噶啦。究竟儲蓄保啊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咁高嘅回報嘅咧？咁結果我哋啲醫保用戶集體回憶係咩咧？就係發覺喂嗰張單啲保費好似幾年就翻一番咁嘅嚇，明明我之前買嘅時候好似話幾千蚊一年，點解而家已經過咗萬嘅咧？會唔會再過多幾年1萬又變成2萬嘅咧？咁係咪真係我哋俾100萬200萬落去份醫保啊真係變成功德斷嘅咧？呢一個咧係一個誤導銷售嚟，屌智慧你真係保胎打手嚟㗎，有口咁樣宣傳保胎，咁希望香港保險業啦唔好淨係單單靠個包裝啊或者啲掩眼法咧就去胡混過關咁樣，而係去從根本去做翻好自己嗰啲產品啊，去俾到一個承諾兌現俾啲客戶啊，同埋去提升翻啲 agent 嘅質素啊。大家好，我係智慧，香港保險 YouTuber 第一人。今日就個天好靚，同埋啲白松鷹咧就滿開，所以咧我就出嚟拍呢一條片啦，輕鬆啲嘅傾偈片啦。角度同平時有啲唔同啊，即係低炒啲，但係為咗睇啲咁樣嘅靚景，相信大家冇乜反對啦，係咪？嗱，今日講啲輕鬆啲啊，數據少啲嘅一個主題就係保險呃客5大話術啊！呢一個唔單單係我自己想講啦，仲係咧好多觀眾都想聽。咁喺早兩個禮拜民主選舉贏咗出嚟一個主題嚟嘅。嗱，保險人喺香港社會地位之低咧，都係歷史悠久嘅事嚟噶啦。咁我嗰陣時喺香港都做咗保險14年啦，好多人咧即係新識你嘅話咧，只要你係做保險啊，都已經即刻擺出一個好高嘅戒心噶啦。咁甚至咧保持一個最遠嘅距離啊，即係唔想同你去 social 啊成嘅。咁當然啦，我有啲咁嘅經歷都可能係我自己嘅問題嘅。咁不過咧更加有可能嘅就係保險人啊，即係俾人嘅印象咧就非常之差㗎。其中一個觀感就係咧，好多時佢咧就有好多話術啦，去呃啲客咧買一啲唔應該買嘅嘢啊。到啲客咧 N 年之後咧先發覺中咗伏，就已經咧難以去追究啊，焗住去硬食呢啲咁嘅後果。今日咧我就會同大家分享一下5大保險呃客話術啊，當中咧包括一啲近年啦比較盛行嘅一啲伏啦，另外就係咧仲有好多以前好多年都已經沿用嘅一啲呃客嘅話術啦。我唔會咧個個呃客嘅話術咧都非常之深入咁去講嘅，因為好多時咧以前都拍過一啲專片噶啦。如果你真係對特定嘅一啲呃客話術想了解多啲嘅話咧，你撳入去睇翻嗰陣時嗰條片啦。咁但係除咗睇翻嗰啲片之外咧，記得廣傳呢條片出去俾你嘅親友睇啊！好多時就係一個簡單嘅提醒咧，就已經幫到佢哋慳到咧過10萬嘅諮詢稅噶啦。嗱，不過喺我講佢先咧，請你先俾個 like 我先啦。By the way，如果你有玩 Flash 嘅話咧，記得 follow 埋我啦。第一個嘅呃客話術啊，就係喂儲蓄保係好安全，係唔會蝕錢嘅。以下落嚟我講呢番話咧，今年或者上年咧都可能少聽啲，但係早幾年啦，10幾年前咧係非常之盛行呢個 sales script 嚟嘅，就係咧，喂而家你擺錢喺銀行定期咧，完全冇息咁滯嘅，咁但係你自己走去買股票又隨時蝕到阿媽都唔認得，渣都冇嘅，咁咧不如去買下我哋啲儲蓄保啦，儲蓄保啊佢嘅回報咧高過定期好多啦，同時間咧佢嘅風險咧亦都咧安全過呢個股票好多嘅，係好安全唔會蝕錢嘅。咁又係咪真嘅咧？嗱，我講呢一類嘅 sales script 或者呢一番話咧，唔係我鳩吹嘅，因為咧上年咧我都試過俾啲宏利 agent 咧去挑我機嘅，係啦，咁詳情我唔多講，你睇翻呢一條片啦，跟住結果令到我走去咧做一個宏利嘅專門研究踢爆你咧嘅儲蓄保咧有幾咁大鑊噶。嗱，啱佢個 tagline 就係儲蓄保係好安全，唔會蝕錢噶嘛，真唔真呢？我嘅結論就係根本就係一派胡言 bullshit 嚟嘅，幾乎咧嘅全部呢個儲蓄保啊，佢哋都有一個咧蝕錢嘅機制噶。如果你買完佢哋啊，然後你第一年就走去 cut 嘅話咧，佢係隨時輸幾個 percent，甚至最高係輸到100% 添噶，即係輸晒你全部嘅本金噶。呢一個嘅蝕錢比率咧，可以話喺所有嘅資產、所有嘅投資當中咧，係蝕得最金嘅一個比率嚟嘅。甚至你話喂，你走去買樓，第一年走去買樓啊，買完之後你嗰年即刻放嘅話咧，你都好大機會唔會輸咁多噶。點解儲蓄保可以喺第一年輸得咁誇張呢？
但太深入嘅分析我都唔喺度做，我直接講個答案俾你聽，就係因為儲蓄保佢係個佣金咧，好多時都係第一年已經派咗大部分出去噶啦，咁然後仲有好多佢嘅管理層咧去層層咁去分紅啦，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咧去做呢張儲蓄保嘅成本嚟嘅，即係對於保險公司嚟講，咁呢啲成本係邊個埋單啦？就當然係由個客去埋單噶啦。嗱，咁我好約略咁去講下啦，啲儲蓄保險嘅結構啦。如果你買嗰啲一啲整付保單啦，而係佢係幾年後咧就會全部錢攞翻晒翻嚟俾你，再加埋回報嗰種咧，咁其實呢啲通常你第一年去 cut 咧就會輸幾個 percent 嘅。咁但係如果你嗰啲係一炮過，但係可以擺終身嘅話咧，其實有機會你第一年 cut 咧，你已經係即刻會冇咗20% 左右嘅一個本金噶啦。嗱，啱講嗰啲咧係唔需要供一炮過俾嘅喎。如果你要供嗰啲，舉個例啦，最熱賣嘅5年期儲蓄保單啦，你供咗第一年之後，跟住之後你1年內就唔玩啦，唔供第2年嘅錢落去咧，其實你第一年嘅本金啊，你第一年嘅供款咧係會全部都拎唔翻咁滯噶。舉一個例子啊，例如係近期呢啲宏利 agent 大力去推嘅一個咩保證10% 回報嘅宏致啊，其實佢個保單結構都係咁。咁但係咧又冇乜人走去買儲蓄保險，第一年就走去 cut 嘅，即係除咗發覺自己上咗賊船之外啦。OK， 咁啊，但係你一路買落去一路供落去嘅話，究竟要幾多年先回到本呢？以5年嘅保單為例啦，即係5年供嗰啲，其實一般都要去到第10年左右咧，佢先係回到本 break even 零回報啊！我講緊係，即係你要供咗5年，再等多5年，你都係冇嘢拎得到嘅，嗰陣時先開始打個和啫，跟住之後先再慢慢俾啲回報你咁樣。咁但係嗰個嘅所謂回本咧，都係非保證嘅，佢都仲要個分紅實現率夠高先係回到本噶。如果你要去到保證回本嘅話咧，你甚至係要等15至20年佢先做到去呢個 level 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啲咧，即係5年供啊、10年供嗰啲單咧，係有一段非常長時間嘅蝕本期嘅，就係頭嗰5年、10年甚至係15年添嘅。咁所以我今日要講嘅結論就係咧，儲蓄保並唔係咧好安全啊，唔會蝕本嘅。頭10年啦，甚至係更耐咧，你就去 cut 呢張單咧，你都好大機會有一個蝕本嘅機會噶。捱過晒成個蝕本期咧，佢先有機會開始慢慢去健康增值嘅。咁所以你一定要確保到你自己可以捱過呢一段咁長嘅時間啊，兼且你買嗰間公司佢分紅係 OK 咧，咁你先係比較少機會蝕錢嘅。咁所以我都奉勸大家一句啦，如果你真係要買任何儲蓄保險咧，你一定要睇清楚啊，頭嗰幾年咧，即係尤其是頭嗰幾年啊，佢嗰個退保價值究竟會輸幾多咧？你係咪真係有信心去捱過呢一段時間咧？第二個客話術啊，就係嗰啲有 X 個 percent、10%甚至係更加多嘅保證回報俾到你啊！嗱，近期咧就有好多保險公司咧做嗰啲咩保費折扣優惠啊，包括咧我上個禮拜啦拍過條片啦，講匯豐匯捷啊，5年保證4.4% 嘅回報啊！喂，不過4.4算得係啲咩啊？有大把其他公司啊，講嗰個保證回報更加高喎，係咪？聽過8%甚至係10%更加高嘅回報都有添。嗱，啲 agent 咧就喺社交平台度大肆去宣傳啦。喂，唔買就走寶啦，去到月底啊截數冇得再買噶啦，冇呢個優惠噶啦。究竟儲蓄保啊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咁高嘅回報嘅咧？我照舊先講個結論先啦，就係咧有啲咧係 OK 嘅，但係有更加多咧係 PK 嘅。例如係咧宏利宏致啊，保證10% 回報嗰條片入邊我講過啦。其實佢呢個所謂嘅10% 保證回報咧，只係限咧嗰啲分期單啊，預繳嘅話咧，佢預繳嗰啲保費嗰一 part 喺第2年咧有呢一個咁樣嘅保證回報啫，唔係成筆錢全期都有呢一個嘅保證回報噶。記住啊，只係某一年，並唔係長擺咁多年都有噶。而最重要就係咧，喂，你話可唔可以攞完呢一筆保證回報之後就 cut 單攞翻晒本金啊？係唔得噶，因為有一個好高嘅退保罰款。我之前都講過啦，可能係講緊頭一年100% 咁高啊，咁所以咧你係拎唔走筆錢嘅，你要繼續長擺落去俾佢咧走去投資嘅。但係更加殘酷嘅現實就係咧，好多時俾得咁大嘅優惠出嚟嘅單咧，佢都係一啲咧分期供啦，兼且係咧靠分紅去製造回報嘅一啲儲蓄保單嚟嘅。如果你仔細啲去睇下佢嘅建議書咧，佢當中嗰啲所謂嘅回報嘅一個價值，好多咧都係由一個中期分紅啊、中期紅利嗰度派出嚟，而呢啲係非保證，係可以咧甚至係1蚊都唔俾你，你都吹佢唔漲噶。
咁我哋都見過有唔少嘅公司，舉個例，例如就係寶城啊、宏利嗰啲，其實佢個分紅實現率係可以得50%，甚至係20%都冇，都係見過啲咁嘅真實保單㗎。咁所以如果你係為咗貪嗰個所謂嘅宣傳當中好高嘅保證回報而走去買咗呢一啲實際上咧係非常之唔保證嘅一啲長年期嘅分紅保單嘅話咧，你買中啲分紅實現差公司咧，你就好大鑊噶啦，隨時係擺8年、10年甚至係更加耐都係得個吉，完全零回報噶。但係呢個世界都唔係全部嘢都係咁黑暗嘅，咁啊，好似我上個禮拜拍嗰條片啦，匯豐匯捷，喂，by the way，我仲要強調一次，呢個唔係一個廣告嚟。匯豐匯捷嗰個咧，佢宣傳嗰個咧4.4% 嘅5年保證回報咧，呢一個咧就係真嘅，即係佢真係有個機制咁去玩。咁呢啲雖然個回報係冇咁浮誇啦，咁但係成件事咧就冇咁鬼啦。你只要真係咧擺到5年啦，中間唔去退保嘅話咧，其實5年後你除翻埋咧，每年真係平均拎到4.4% 嘅年度化回報 IRR 嘅。咁但係呢個道理必須要注意就係你中間真係唔會等錢使啊，要去退保啊，拎錢走咯。如果唔係，你有機會都會蝕到少少嘅本金㗎。第三個客話術啦，就係喂，揾我哋保險公司買嘢咧，就可以輕鬆去製造到被動收入啦。大家想唔想要被動收入啊？如果你成日會走去碌嗰啲社交平台，即係 IG 啊、Flash 嘅話咧，你就間唔中有機會見到啲咁嘅數字啊，唔係一般嘅數字，例如就係566啊、567啊呢啲咁樣嘅數字啦。唔少嘅代理就用呢咁簡單嘅數字啊，好似咒語咁樣去吸啲客翻嚟。咁呢566、567究竟又代表住啲咩呢？就好簡單，就係喂，你供完5年之後，由第6年開始，你就可以拎到6%甚至係7% 嘅高息回報啦。被動收入啊，一路派到你死啊，兼且仲可以攞翻晒成個本金，甚至仲有增值添。喂，聽完智偉咁 sell 你，係咪即刻想買嘢呢？係嘛？我相信好多人覺得，喂，聽落都好吸引嘅喎，乜乸嘢都唔使做啊，將來就會有機會拎到啊6%甚至7% 嘅被動收入，好似收租咁，咁美好嘅事啊，究竟得唔得㗎？嗱，喺我認知嘅大部分保險世界當中啦，呢啲所謂嘅輕鬆製造被動收入，甚至係一個高嘅收入呢，其實通常都係揾笨居多嘅。嗱，以我啱講嘅567為例啦，其實我之前都拍片去踢爆過噶啦。實質咧，其實佢咧就做緊一個咧部分退保嘅一個動作，而喺呢個過程中咧，其實係殺雞取卵，係有機會將你嘅本金拎出嚟當利息咁派翻俾你嘅，而搞到你嘅本金蒙受一個損失嘅。點解會發生啲咁嘅事？我唔喺度多講啦。如果你真係有興趣了解，睇翻呢一條片啦。咁其實嗰啲長年期嘅分紅單咧，太早去拎錢咧係唔合理嘅，係會好傷害嗰張保單嘅結構嘅。除非你係一啲咧整付嘅保單啦，咁然後你擺咗幾年之後咧，你先走去拎錢咧，咁都仲可能係合理少少嘅。另外都去提一提啦，就係早10年開始咧都好興咧去買一啲派息基金嘅，即係整付又好，月供都好啦。咁保險公司開始去大賣呢啲嘅派息基金。其實呢啲嘅派息基金咧都係有機會好似攞住一個好高嘅利息咩，1年7%、8%，但係同時間咧你有機會係咩啊？賺息蝕價，即係話你嘅本金咧都係越嚟越少嘅。而好多時咧買得呢啲嘅派息基金嘅朋友仔咧，其實佢都未必會周圍轉啲基金，因為你梗係覺得嗰隻基金好派到高息出嚟，你先買死佢啊嘛。咁你唔會無啦啦喺度炒呢啲咁嘅派息基金轉嚟轉去嘅。咁所以咧，其實你既然唔會轉基金嘅話咧，你就冇乜必要咧走去保險公司嗰度買呢啲基金，因為其實你係俾一個咧相對地嚟講都係幾高嘅一個費用，但係買緊一啲咧其實你唔需要喺佢嗰度買嘅一啲 features 咯。第四個客話術就係，喂，不如你趁後生去儲定啲錢去供斷你嗰份醫療單啦。嗱，好多 agent 都會去教育你，甚至其實唔係 agent 啊，我都會去教育你，就係香港去私家醫院醫咧就好乸貴嘅，喐啲咧都可能要6位數先買到單嘅。咁所以大家如果真係你要去私家醫院嘅話咧，一定要買醫療保險啊。咁但係同時間咧，嗰啲醫保咧將來個保費咧就會變到好貴嘅。咁所以咧有啲 agent 就會主張就係，喂，大家一定要趁後生咧去盡早去供斷你份醫保啊。咁但係醫保係咪真係可以供得斷嘅呢？就當然係唔得噶啦。其實我以前都拍過片啦，即係喺最早期嘅保險服，我已經拍過片去踢爆過呢單嘢啦。就係醫保唔會俾你咁樣去供得斷嘅。咁但係另外一啲嘅相類似嘅概念，例如就係咩醫療融資啊、醫療保費池呢啲都好，其實都係唔太 work 噶。
大家買過醫保應該知道啦，其實佢係會加價噶嘛，但係佢加價咧就唔係淨係源自於你年齡大咗，其實佢喺年齡大咗之外咧，佢每1、2、3年咧又會寄封信過嚟話俾你聽，啊而家我哋有個新嘅保費表啦，就因為呢個醫療通脹啊等等各種嘅原因咧，我哋又要再喺加價之上再加多你一次價。咁結果我哋啲醫保用戶集體回憶係咩咧？就係發覺喂，嗰張單嗰啲保費好似幾年就翻一番咁嘅嚇，明明我之前買嘅時候好似話幾千蚊一年，啊點解而家已經過咗萬嘅咧？啊會唔會再過多幾年1萬又變成2萬嘅咧？嗱，為咗去統計啲咁樣嘅醫保加價或者額外加價嘅問題有幾嚴重咧，其實我之前咧都已經整咗一個咧自願醫保加價表㗎，而家我甚至咧係會個月走去 update 翻啊，究竟有邊啲公司咧佢嗰啲自願醫保嘅產品咧係會 keep 住去喺加價之上再額外去加價嘅咧，佢嗰個加價幅度有幾多嘅咧？咁其實喺成個統計入邊咧，我哋發覺喺年老嗰一段啊，係平均嚟講一年係加緊10% 嘅保費添㗎。嗱，一年加10%好似唔係好多係嘛？咁但係複息起嚟嘅話咧，72法則7.2年咧，其實佢個保費就會翻一番㗎啦。咁但係有啲公司咧，佢加得係快過其他人㗎嘛。其實佢唔需要6年咧，佢就已經加咗1倍，甚至係更加多㗎啦。2萬蚊變4萬蚊啊！到你退咗休之後嗰一段，你仲供唔供得起咧？嗱，聽完智慧咁講，啲醫保嗰啲保費真係加得咁誇張喎，大家都梗係想喂趁後生做啲嘢啦。咁結果就會有啲 agent 主張就係你要趁後生咧，要儲定啲錢去應付將來嘅醫療保費，甚至有啲 agent 係點 sell 啊？就係話喂，我而家俾一個供得斷嘅版本你啊，係啊，嗱呢個就係供唔斷嘅版本，個保費將來就要俾唔知幾多百萬噶啦。而家呢個供得斷嘅版本咧，只需要咧喺6年或者10年內供100萬、200萬落去就 OK。嘅啦，咁係咪真係我哋俾100萬、200萬落去份醫保啊，真係變成供得斷嘅咧？呢一個就係一個呃人嘅話術嚟嘅，因為實際上嚟講咧，冇一個叫供得斷嘅醫保版本嘅，醫保還醫保，儲蓄還儲蓄，將兩樣嘢夾埋一齊咧，唔等於你可以供得斷嗰份醫保嘅，係啦，至少喺產品結構上咧，佢哋都仲係 separate 嘅嘢，但係啲 agent 夾硬就要夾埋一齊，令到你相信啊，唔係咁樣買咧，你先可以叫做變成供得斷嘅醫保版本，呢一個咧係一個誤導銷售嚟。咁但係咪真係我儲100萬、200萬落去，我就可以俾將來一世嘅醫保保費呢？都唔係噶。如果將來醫保保費咧加得比想象中咁誇張啦，跟住之後啊，儲蓄保嗰邊啲分紅咧又唔夠派錢出嚟，去一路去抵消嗰個醫保嘅保費喎。咁嘅話，其實張單去到最尾咧都係有機會會斷嘅。而我都可以好負責咁同大家講啦，我應該係全香港睇得最多儲蓄保單，唔同各大保險公司嘅真實長年期儲蓄保單嘅嗰個人嚟噶啦，我睇過超過200份以上啦，講緊係好多嘅儲蓄保咧，佢嗰個實質嘅 IRR 啊回報係唔會超過5% 噶，實際嚟講其實係3% 都冇乜得點做到添啊，唔好講5% 添，而家佢有啲宣傳6點幾添啦，我唔知點樣做得到 ，OK 係啦，咁但係你用一啲講緊可能係3%、4% 嘅嘢，走去追啲10% 嘅升幅嘅醫療保費，其實呢件事可以話係注定收皮、注定失敗嘅。咁但係有啲 agent 就會同你講啦，喂，如果你真係驚將來有機會係供唔起嘅話，你而家咪買大啲咯。咁佢係最開心啦，因為你買大啲，佢咪多啲用咯。但係你買大啲，其實都係無補於事㗎，因為如果佢將來有加得更加誇張嘅話，其實你而家再買大咗咧，都係搞唔掂，甚至咧可以話咧，即係將呢個氹咧越整越大添。喂，智慧你係咁踩儲蓄保啊，咁但係你有冇一啲 solution 俾到出嚟咧？點去解決咧？即係點解啲人會信咗啲 agent？就因為啲 agent 講出嚟呢樣嘢，至少都好似係一個 solution 啊嘛。嗱，咁我嘅 solution 就係咩？就係放棄呢個用儲蓄保險走去供斷醫保，將來咁多年醫保保費嘅呢個幻想先。你必須要放棄咗呢一個咁嘅幻想，去翻現實世界度，你先會研究到一個咧比較貼地嘅 solution 嘅。而個 solution 有2個方向，第一個方向咧就係要專注去提升你自己嘅投資回報，無論係主動又好定被動都好啦。即係如果你係被動悶悶地走去買啲 ETF 嘅，拎到可能係7% 以上嘅一個投資回報，其實呢一樣嘢你已經跑贏咗差唔多可以話全香港所有嘅儲蓄保險噶啦。
另外一方面就係唔好硬食你嗰個代理 sell 俾你嗰一份嘅醫保，單係嗰一份醫保啊，因為呢個世界有好多份自願醫保噶嘛，咁你可以睇下唔同保險公司啊，佢哋嗰個定價合唔合理啊，加價嘅幅度咧係咪溫和啊，同埋索償成功率係咪偏高嘅咧？即係冇人話你要一世買死呢份醫保噶嘛，尤其是如果你係健康嘅話啦，係咪？如果嗰份嘢喂定價又唔合理喎，加價又好誇張喎，claim 又難 claim 又多啲 claim disputes 喎，咁你冇理由要買佢啊！咁但係呢招喺邊度揾到啊？都係去翻智慧呢個自願醫保加價表咧，一個表就可以睇晒呢啲咁嘅數據。如果大家真係未有嘅話咧，留個言話我知啊，我俾條 link 你就可以複製一個表出嚟睇噶啦。第五個嘅呃客話術啊，即係唔係產品嚟嘅，係一個 general sales script 啦，就係你放心啦。我一定會長做落去嘅。有個 agent 啦，尤其是新人階段啦，就會同啲客去講：喂，我好俾心機去做保險呢行噶，我已經上咗好多堂啦，學咗好多嘢噶吓，你信我啦，幫我去買啦，我一定會長做落去，好好去 serve 你嘅。大家有冇聽過呢啲嘅 sales script 啊？呢啲嘅 agent 自我介紹咧？相信好多人都有機會聽過啦。包括以前嘅智慧咧，其實都講過類似嘅說話嘅。講就咁講啦，問題就係堅唔堅咧？係咪真係可以長做到落去咧？咁呢一度咧，我又唔評論個別 agent 啦，不如我哋睇一睇個大環境、大數據先啦。就係咧，保監公佈出嚟嘅數字啊，講緊3年之後啊，即係啲 agent 掛咗牌之後，3年之後咧，原來可能係講緊有差唔多近半咧，係會離職斷咗佢個曲，唔再做保險呢一行嘅。3年走一半，你都可能覺得好誇張啦。其實都唔係最誇張啊。如果講緊我以前即係做咗10幾年嘅觀察嘅話咧，10年之後10個入去，應該死剩咧可能係2-3個，甚至係更加低嘅。10個剩唔到2-3個嘅講緊，咁而嗰2-3個已經包括我在內噶啦。咁你話10年後10個剩到2-3個都唔係太差啫，唔好意思啊，唔代表呢2-3個咧都可以做到一世做到退休嘅。正常嚟講咧，呢2-3個咧應該已經係解決到嘅財政問題，即係叫做喺呢一行都撈得到下噶啦，可能係搵緊幾十甚至係過百萬嘅一個收入啦，好似以前嘅我咁樣啦。咁但係唔代表佢將來唔會離職噶。其實 agent 離職唔係淨係因為生意問題賺唔賺到錢，可以有好多其他嘅誘因，包括係可以中意想轉行試下挑戰下，即係好似我以前咁樣轉過去 GoGoX 挑戰下。咁但係嗰陣時我仲係做緊保險嘅，不過後尾移民講緊移民啊，真係冇計啦，你想留都留唔到吓。咁其實唔係就係我，同期都仲有其他 agent 咧，係因為種種原因啦，包括就係19年之後啲政治原因啊，任何其他嘢而離職嘅。即係你做得好地地，你都有機會做唔到落去唔可以做到退休。咁搞到啲客諗住可以有個 agent serve 到你20零30年，其實係發生唔到咯。而其實除咗錢之外或者19年政治因素之外，都仲有好多原因會令到啲 agent 走嘅。例如就係可能去到咁長一時間，佢嘅團隊生活已經唔開心啦，或者已經係同佢嘅上線或者下屬嘅關係變化咗啦，又或者係可能自己棘住喺嗰個位，一路發展唔到上去啦，甚至係其他嘅種種嘅個人原因，都有機會令到啲 agent 去離職嘅。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話一個 agent 啦，要由頭做到尾，做到30年，做到佢退休嘅話咧，其實我相信10個應該都未必有一個。咁所以一開頭啲 agent 講嗰啲咩長做落去，其實嗰啲好可能都係一廂情願嚟嘅啫。現實中好大機會係發生唔到。喂，既然10個只係死剩2-3個，甚至係可能得1個嘅話，咁智慧我應該點揀 agent 呢？定還是喂唔揀 agent 啊，買網上嘅保險呢？屌，智慧你真係煲呔打手嚟噶，又喺度咁樣宣傳煲呔。嗱，就唔係咁嘅。以上呢個咩買網上保險咧，並唔係我呢一樣嘢嘅結論嚟嘅。我嘅結論就係你唔好為任何 agent 嘅甜言蜜語而去買單啊！你去買單就必須係要為自己或者係為咗你嘅親人嘅，你要確定嗰張保單係有價值俾到你咧，你先好走去買啊！咁如果張單本身都係帶到價值俾你自己或者俾你嘅家庭嘅話，買係好合理嘅。如果你真係喺中間仲遇到個好 agent，佢俾一個長遠嘅服務你，咁呢一個其實係一個 bonus 嚟嘅啫。嗱，即使我冇得到呢個 bonus 啦，我個 agent 啦可能喺中間真係走咗去啦，做唔到落去啦，變咗做孤兒單都好，咁但係我自己都知道呢張單嘅價值仲係存在先啊嘛，都仲可以繼續 keep 落去啊嘛。嗱，今日好輕鬆咁講咗5個保險呃客話術啦，大家又有冇中過呢？
又或者有冇中過其他嘅呃客話術呢？歡迎留言分享俾我聽你嘅經歷啊！而家我多咗玩 Threads 啦，都成日見啲 agent 咧，即係仲戇鳩鳩喺 Threads 嗰度咧講好多鳩噏嘅嘢啊，誤導銷售嘅，有啲係另外吹到自己有幾勁咁樣啦。咁但係其實喺我眼中就好似，保險呢一行好似喺呢10幾年咧都冇乜點進步過。同時間你都見到好多保險公司去做嘅行為啦，即係可能使好多錢去走去做宣傳，吹到自己有幾勁，或者啲 plan 有幾勁，但係實際上咧啲分紅係撲直嘅。咁啊，甚至越嚟越多公司啲分紅係會撲直嘅，或者倒退嘅。咁我見到呢啲嘢，我就發覺就係保險業咧，你要靠佢內部嘅革新啊、改革咧，係好困難嘅。咁所以我都寧願係盡量喺外部去俾啲壓力，去踢爆呢啲咁樣嘅保險服啊，或者俾多啲真實數據大家睇嚇。咁等佢哋咧感受到啲外在嘅壓力，先去嘗試去進步下。咁希望香港保險業啦，唔好淨係單單靠嗰個包裝啊，或者啲掩眼法咧，就去胡混過關咁樣，而係去從根本去做翻好自己嗰啲產品啊，去俾到一個承諾兌現俾啲客戶啊，同埋去提升翻啲 agent 嘅質素啊。如果認同我做嘅工作咧，請你分享呢條片俾多啲親友睇啦，幫到佢慳到多啲智商稅啦，同埋有時間嘅話咧 follow 埋我 Threads 啦，嗰邊 update 得快啲啊！最後，無論你有冇中過啲保險話術都好啦，智慧都係會同你講嗰句：香港人加油！